各位啡粉、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我係主持大啡哥。呢個世代啲年輕人究竟係點樣喺聚光燈下同自己和解嘅？而且最令人驚訝嘅係，連林青霞呢樣重量級嘅大前輩都主動走入去支持。所以今日我想為大家深度分析一下發生喺姜濤身上呢一連串關於自我認知、關於成長代價嘅故事。如果你有 follow 姜濤或者對娛樂圈嘅故事有興趣，強烈建議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因為我哋每日都會深掘啲你睇唔到嘅內幕同分析，幫你了解香港娛樂圈正在發生啲咩。好，我哋開始講今日嘅重點。話說姜濤喺亞博舉行嘅演唱會，有一位非常特別嘅嘉賓出現喺觀眾席，佢就係大名鼎鼎嘅林青霞。係啦，就係60年代到而家都仲係香港娛樂圈像子嘅大美人林青霞。當佢出現嘅時候，相信現場嘅氣氛一定係起咗變化。林青霞點解會去睇姜濤嘅演唱會呢？其實佢哋之間早就有淵源。舊年2024年，林青霞同姜濤一齊參與綜藝活動，叫做《老智同護》。喺嗰次活動度，佢哋仲合唱過一首歌。當時林青霞流露出少女般嘅樣子，仲主動捉實姜濤，事後更擁抱相別。咁樣嘅互動反映出林青霞對姜濤呢個後輩確實有好深嘅印象同好感。時隔1年，林青霞冇掂本身嘅活動，特地去睇姜濤嘅演唱會，咁啲舉動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強嘅信號。演唱會完咗之後，林青霞喺社交平台發文分享咗一張同姜濤嘅後台合照，但令人印象最深刻嘅係佢對姜濤嘅評價。林青霞講：呢位係舊年跟我一齊合作老智同護公益活動嘅偶像歌手姜濤，佢嘅真誠、善良同努力令到大眾都愛佢、支持佢。今晚去欣賞佢嘅演唱會，觀眾席人山人海，座無虛席，喺度祝福佢一切順利，前途無量。3句讚語，林青霞用咗真誠、善良、努力呢3個字去形容姜濤。其實呢啲描述對一個偶像嚟講係好高嘅評價，因為真誠同善良係唔係人都可以做到。喺呢個年代，有好多藝人為咗維持一個形象，其實係冇咩真誠可言。但係林青霞呢樣見盡圈中大風大浪嘅資深藝人，會咁直接咁讚一個後輩，足以見到姜濤喺佢眼中係一個值得信任同欣賞嘅人。不過呢度開始故事有啲轉折。同一個晚上，演唱會嘅舞台上，姜濤講咗一番話，內容深入真摯，可能係好多觀眾都未曾預料到。喺佢準備唱新歌《寂寞圓舞》之前，姜濤開始講述關於自己嘅一個深層次嘅自我對話。佢講呢首歌係我自己作曲嘅，係過去1年嘅自我對話。我一直以嚟都有姜濤 A 同姜濤 B。聽到呢度，觀眾可能會好奇，究竟咩係姜濤 A， 咩係姜濤 B 呢？姜濤自己就解釋咗，佢講姜濤 A 係好直接，好專注自己事業，專注人哋點睇自己嘅一個人。姜濤 A 唔係你哋喺台上見到嗰個佢只會出現喺離開台嘅時候。呢啲描述開始透露出嚟一個有趣嘅現象，原來喺舞台上我哋睇到嘅姜濤可能唔係真正嘅佢。姜濤續話姜濤 A 嘅面貌只係得身邊嘅人睇過，花姐成日話頂唔順，就係姜濤呢一面，佢係任性好直率嘅一個人，會俾情緒主導咗自己，冇真正同自己溝通。我成日都話你哋要同自己溝通多啲，我發現我冇同自己溝通過，而過去幾年嘅我就係俾佢主導好多情緒，亦都傷害咗好多身邊好珍惜好重視嘅人。呢一段說話係今晚最核心嘅爆點。姜濤坦白咗佢由於情緒主導，曾經傷害咗好多身邊嘅人，而且佢特別提到連花姐都頂唔順呢一面嘅佢。但係接着姜濤講咗姜濤 B， 佢講姜濤 B 係一個好懂事、好理性嘅一個人。佢發覺呢幾年越嚟越冇辦法同姜濤 A 去溝通，因為真係有太多事情發生嘅時候，姜濤 A 俾情緒主導好多，慢慢姜濤 B 冇辦法 handle 到佢，因為好難去控制。姜濤 B 都唔知可以點做，只可以每次同姜濤 A 講唔好咁，人哋唔中意。但佢忽略咗姜濤 A 真正想需要嘅嘢。姜濤 A 擔心失去，好唔相信呢個世界真係人咁愛呢個人。呢啲講法其實係好心理學嘅。姜濤用上一個內部對話嘅框架去剖析自己嘅人格。姜濤 A 係衝動、任性、情緒化嘅嗰一面，姜濤 B 係理性、懂事、想控制局面嘅嗰一面。而呢兩個部分其實係喺相互對抗。姜濤 A 唔信任世界，所以一直想證明自己。姜濤 B 想幫姜濤 A， 但係越嚟越冇辦法駕馭佢嘅情緒。呢個狀態對任何一個人嚟講都係一種內耗。姜濤又講到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佢講有時連自己都唔認識自己，亦唔知道你哋支持嘅係姜濤 A 定係姜濤 B。呢句說話其實係向粉絲提出咗一個問題：粉絲支持嘅係舞台上呢個完美嘅姜濤，定係內裏真實嘅會犯錯嘅會傷人嘅姜濤呢？不過故事到呢度開始有轉機。姜濤話：不過由於呢幾年研究好多宗教、佛學、靈性、哲學話題，慢慢領悟出原來姜濤 A 同 B 唔係對立，係共生。因為只有共生先可以變成一個 better man。呢一句係整個故事嘅核心。
姜濤透過多年嘅學習同反思，終於領悟到一個深層嘅真理：人身上嘅對立面其實唔係要消滅，而係要和諧相處。衝動同理性、信任同恐懼、自信同懷疑，呢啲睇似相反嘅特質，其實係可以互補嘅。正係因為有姜濤 A 嘅熱情同直率，先有咗姜濤呢個獨特嘅藝人風格。正係因為有姜濤 B 嘅理性同慎思，先唔會啲衝動完全失控。只有當呢兩面和諧共存時，先可以成就一個更好嘅自己。緊接住，姜濤就唱咗 Better Man， 呢首歌成為咗整場演唱會嘅一個重要節點。好多觀眾應該係喺呢一刻真正領悟到姜濤嘅成長故事。好，講到呢度，我哋仲要翻到林青霞嘅角色。點解大美人會咁支持姜濤呢？其實林青霞嘅出現，某程度上係一個認可。林青霞係60年代出道，經歷過數十年娛樂圈風風雨雨嘅前輩。佢見過幾多人因為名利而迷失自己，因為流量而做出傷害他人嘅事。但係姜濤喺呢個年紀已經能夠咁坦誠咁面對自己嘅缺點，願意公開分享自己傷害過身邊人嘅事實，並主動去反思同改變。呢啲其實係好難得嘅。林青霞讚揚嘅真誠、善良、努力，某程度上可能係因為佢睇到咗姜濤呢種勇氣。其實從 Mirror 成立到而家，姜濤一直都係呢個組合度份量最重嘅成員之一。舞蹈、唱功、台風，佢幾乎樣樣都做到頂尖。但係個人嘅演唱會就係一個新嘅舞台，個人演唱會唔再得靠組合成員嘅配合，要靠自己去 carry 全個場。呢個壓力好難想像。而且成為一個人氣藝人之後，粉絲嘅期許會好高，同時間社交平台上嘅批評聲音都會好多。喺呢啲壓力底下，姜濤如果選擇逃避，冇人會責怪佢。但係佢選擇咗面對，選擇咗講出自己嘅故事。而演唱會嘅現場反應亦都話明咗一切。當晚觀眾席人山人海，座無虛席，唔單止普通粉絲嚟支持，連林青霞咁嘅大前輩都嚟捧場。呢啲都係證據，話明咗觀眾對姜濤嘅支持唔係基於一個完美嘅虛假形象，而係基於佢作為一個實在嘅人，企圖去改變自己、去成長嘅努力。林青霞嘅出現對姜濤嘅意義可能好深，因為林青霞係一個見過、經歷過娛樂圈所有起伏嘅人。佢讚揚姜濤嘅真誠、善良、努力，其實係佢用一生嘅經驗去認可呢個後輩。而且喺姜濤坦白自己傷害過身邊人之前，林青霞就已經出現咗，就已經讚揚咗姜濤咁樣嘅支持。可能係一種力量，讓姜濤更有勇氣去面對自己，講出自己嘅故事。從另外一個層面睇，呢個故事其實係關於一代人嘅成長。一個喺社交媒體年代出道嘅偶像，每一舉一動都被放大、被評論、被討論。喺咁樣嘅環境下，保持一份真誠係好難嘅。但係姜濤選擇咗呢樣做，佢冇因為批評而變得冷漠，冇因為名利而變得虛偽，反而佢更加努力去了解自己，去改變自己。演唱會另外一個重點就係姜濤嘅創作。《寂寞圓舞》係由姜濤自己作曲嘅，代表咗過去1年嘅自我對話。而 Better Man 呢首歌更加係佢對自己嘅承諾。呢啲都係娛樂圈度比較少見嘅。好多偶像可能一輩子都靠住作詞人、作曲人嘅創作去表演，但係姜濤願意參與創作，用自己嘅聲音去講自己嘅故事。呢啲本身就係一種進步。林青霞喺後台同姜濤嘅合照被上載咗出嚟，呢張照片見證咗一個跨越世代嘅連結。60年代嘅大美人同21世紀初生代嘅偶像歌手喺同一個舞台度會晤。對於觀眾嚟講，呢啲故事有乜嘢啟發呢？其實好簡單，佢話明咗每一個人都係由對立嘅部分組成，冇絕對嘅好，亦冇絕對嘅壞。重要嘅係我哋點樣去認識自己，點樣去平衡自己內裏嘅對立面。而呢個過程係需要時間嘅，係需要勇氣嘅，亦都係需要周邊人嘅支持嘅。姜濤啲話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提醒。佢講到過去幾年因為被情緒主導，傷害咗好多身邊好珍惜、好重視嘅人。呢番話可能會喺好多觀眾心裏引起共鳴，因為我哋每一個人應該都曾經有過因為一時衝動、因為一時情緒而傷害咗身邊嘅人嘅經驗。而姜濤願意喺舞台上承認呢啲，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示範。佢話你可以承認自己嘅錯誤，你可以學習。好啦，各位啡粉，今日嘅娛樂咖啡室就講到呢個關於姜濤演唱會、關於自我認識、關於成長嘅故事，相信已經比較全面咁同大家分享咗。而如果你對呢啲娛樂圈嘅深度分析感到有興趣，強烈建議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我哋每日都會帶嚟呢啲你可能睇唔到、聽唔到嘅幕後故事同專業解讀。我哋會分析點解呢啲事件會發生，會帶嚟咩影響，仲會同大家一齊思考呢啲背後嘅更深層次嘅問題。訂閱我哋唔單止係睇八卦，而係去深入了解一個 industry， 去思考一個 society 嘅變化。最後記得開啟撳下個鐘仔，咁樣你下次有新影片上載嘅時候就唔會漏掉。我係主持大飛哥，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娛樂咖啡室，拜拜。